以前我有一张公文要对台南送到迄个宜兰，要哪送？哦，甲切做几啊段。啊，切做几啊段。哦，中华的负责送中华这段，淡水厅就是要负责送中华，行迄个到宜兰的交界这段。哦，这段拢是算淡水厅负责的。啊，伊对新竹吼，不管向南向北，两天要有公文送到位。我要送到宜兰的交接的所在，啊，宜兰这边个派人去接迄张公文。两天一定要送到位。啊，你讲以前的路也无好，你看迄路要哪行？所以在淡南高头，迄种官方的道路其实是足好行的。两天要送一个公文，送超100多公里呢。呀呢，在这个清朝时代甲日本时代，因一定拢有甲这个古道尽量甲伊做较好势。今仔日在这张相片内面啊，老师你法度甲咱区别讲，搭一个是日本时代，搭一个是清朝时代。咱清朝甲日本时代吼，咱他们讲的迄个开山呼唤这个工课。开山呼唤毋是完全甲原住民对立，想相拍，安尼就讲拍赢的人吼，我就要安怎就安怎，毋是安尼。以前开山呼唤吼，就是讲我要做路。先甲你讲就好，你甲我斗做路，我看你要爱啥我予你。山区欠盐，所以才真侪人大盐龟，你要盐好，互你盐。然后你要起火，以前用迄什么钻木取火啦，吼，还是讲用迄拍石啊迄种，吼起火啦吼，足无方便对无？你要翻啊火机，我规盒互你，吼，啊你啊甲伊要起火就方便。伊是用这个方法去买收这原住民。哦，啊，所以以前有人甲我讲，迄个吴公良伊去要开迄中路，要开迄个北通关的时候，带迄个飞虎营，带安尼500人去哩。我讲你去山区，你500人，你要安怎补给？真简单，甲原住民讲就好。你物件卖我甲你交换嘛无要紧。你可能因为山区以前人钱无路用嘛，我交换物件换物件。就以前有人甲我问讲，啊，现在以前迄个看迄个官方啊，不管清朝、日本人哦，拢会送迄布互迄个原住民。啊，原住民家己会晓一布吼，现在伊爱你的布。你知原住民要做一块布偌麻烦无？我去捡迄个苎麻，苎麻有无？迄麻啊吼，啊麻了我搁抽丝，抽丝搁变做线，啊线搁做搁安尼伫遐切迄块布出来。你看迄块布可能对。原料取材到上尾完成是2冬。2冬。啊，所以你要报互我当然好啊，我哪会唔好？像这2个啊，免哪判断伊是清朝，伊是日本。清朝吼，以前的路吼，因为伊嘛无惊原住民的叛变，所以伊吼的路尽量下较低咧。下较低。厝较低，就是说迄个林仔线足行，伊嘛是做楼梯安尼落去，所以你像这楼梯有无？这关门古道啊，这就以前迄个。中路对南投要过花莲呢，哦，你看伊这就做迄种咧，那自行迄种啊，人讲做回转楼梯啦，旋转楼梯，其实就是这种楼梯安尼。啊，你日本人哦，因是用迄个，咱讲做迄个等高线，哦，顶高线，所以伊个拢会尽量做足平，伊个起伏足低啦，哦，伊就等于绕入去迄个溪谷，然后出来山林啊线，然后入去溪谷，伊安尼走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中途佫设足一个迄个住宅所，伫迄个原住民的迄个区域内底。哦，因就无较差，因无差吼，因为因就是要统治迄个原住民，所以尽量吼利用迄个路吼入原住民地区。啊，清朝人尽量避开原住民地区。